網友投稿真實鬼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呢是做高沙事件度那個南邊老鄉嘅吼，然後他高沙呢啲小到個會變孽啦不來吼，有呢啲料啲佢會說按摩，我認呢啲都話吹酒對嘅然後吹酒對嘅咧也不少對我曉啦啲個佢不了按嘅摩。300幾抓等咪人哋報價啦，無來吼啲定咗開辦無來，啲佢按摩咯，差不多最少12吹咗12都唔知唔知佢嘅會所按摩。喂呢啲點嘅年紀數，年紀數你相當現實的吼，卡中滴滴搶究竟我就搶到種空，身材是不話 OK 嘅，只不過呢。那是幾個呢嘅脈比較搖緊嘅，一頭嚟下啲人比較搖其他呢種紅黃梅嘅不啦嗬，一個電管嘅下就可以咯。當時啲人冇確定咩，一個呢幾數一個呢啲按家上樓前度走，然後改按帶啲改按帶，改馬帶啲改馬帶，嗬，從一卡啲按個頭嚟下啲，從頭嚟下啲按個卡啲嗬，為改退要啲種退到中間差不多嘅退一半啦。退步咗後呢，一個呢家啲跟住改個，老啲路上世界就好攰噃咧。一個啲出就會懵，然後啲幾個頭嚟下啲一定下嘅技術到啲後呢好嘅一個，明明好攰啊，都硬個摸好就啲啲能懵咗隻嘅，冇食過都冇呢嘅好嘅嗬。喂技術呢要執到硬咯，一個硬就硬個頭嚟下啲你袋起幾就啲個。路上世界就好攰噃咧一啲做到酷氣咁就又可怕嘅態度，從咗佢就確實件奇怪數路上世界就好攰噃咧嗬，你跟住咗隻歌都傾講起咗隻歌，一個呢啲曲啲好奇，啲曲啲好假，吹招會然後啲個。也說咪奇怪說路咁就又怕態度確實咪說嗬。喂，佢哋執到啲歌啦，佢執不會多樣啦，嗬，就跟住個，而在拍嘅睇要做拗呢，然後啲仲執到跟各種奇怪的聲，等的聲發過嚟呢，仲是個等農家等數，然後呢細個本命也拍電話過嚟，喂或者聽到電話呢，就是我嘅聽農家都被靠。那是把托過對如果呢啲也不過多電話都要對個，小會拍電話都要電話都要空閒啊，有啲歌呢過到頭皮仲慢啊嗬，喂呢一個啲家啲歌又冇過啦，咪硬乜到佢叫，可能比較只辣不啦嗬，一個呢技術啲硬嘅，喂呢啲要跟佢講話技術個。貴那哇就過到一個配種氣嗬，個等呢貴啊，等面嗰個昂嗰啲數樣嗬，人貴一樣嘅正正先摸到喺度，上線褲嘅灰所嘅種仔頂管種是好硬嘅，前期又要咁強嘅嗬，一個睇到面嘅那成貴咯，一個呢個有我覺得咩對啦，睇翻那個幾開啦，過到幾下不啦嗬，有咩對啦，不是硬嘅貴咪啦，喂下嘅呢啲背一包啊，等面。背嘅我要合家，你嫁出去咯嗬，嫁出去你順便你一面好啲鬼妹對佢，那是鬼冇卡，而且到你開，把車把石開到啲咁強呢，有嘅難，到我妹頭你，喂你等下同佢嘅拉啲揸嘅啲聲，等呀，做咩貴啊？做咩嚟啊？等你咪就花嘅呢，這個幾裝嘅大嘅呢嗬，喂有時同嘅你幾數嘅這個，就是那路開。有上面問你開有曉問你，有咗跟佢講咯，喂，等下解咗試過，等下大到啱梅玲，係咪等經理啲人走去呐嗬？喂經理嚟走佢咧，啲嗰件數啲經理聽，等咪嗰把都跳數咯喎，以後仲發物件，按摩又個貴嘅把聽，等咪睇都沒頭都發個聲嘛，又沒吧，開有曉噃，等貴數呐嗬。喂，你經理啲一直到卡吧，等咪攞啲去面嗰條大個呐，嗬，個唔好意思呐，就話一個人你件數推掉個，一個一啲只係開下都你都冇架開啦，一單個都哪時都你諗住幾開電個鐵單個揸個差不多嘅，一落點正咩趴車對個熟悉。對個熟悉係做拗啦，又等我寫以為啲梅呢個，佢又做咩就咪開咗坐嚟啊，仲動晒事啊，仲拜一隻坐仲香個嘰就香，我手成啊，炒一本油啲冇得開，具體話咧啲又冇定呢度啲，就冇開左右緊嘛，寫要咗跟佢改，啲佢叫你懵逼。
你話你咪對到嚟，佢大烏咗最數啊，有咪咪啊，都才開吧，起落都學緊人拍車對吧，就咪佢去索，佢按摩佢係拍咪界嘅嗬，我話你等我呢啲也不理呢個呢，其實個啲也不就正一間，然後就佢著考咯，而通咩不可以對接，就佢著考啦，一個即係要種出股嘅。著考佢聽你嘛拉到幾一電嘅鬼，就幾一例子啱咯，而都嚟佢叫。開車就拗啦，而且咁叫卡一陣即係種蕉啲喎詞，然後啲佢嚟掰佢都開嘅能通成啲隻辣個，後邊呢啲啊，因為有幾條就能過股嘅，就是咁你通嘅嘅技術應該個要開要曉喎啦，一聽面啊，後一個啲解咗少，佢嚟一卡波一卡一隻啊，嗰個硬贏啊！後邊呢啲技術假啦，假呢啲拍定位嘅一撈計，拍定位嘅都錯能嚟個嘛，話到時嚟記，然後成記到等到上面有啲嘢嘅，都冇話啲個引起啊把殘啊嗬，嗰個啲咁嘅那個，而其實呢就是個開咗熟即係開車嘅，嗰個人呢28歲做咩啲歲就幾老土一套瓜嗰少土嘅，為咗每人呢嚟呢啲啊，有冇破個梅呢然後講梅都話都等係咩解到，有時啲奇怪啲碰見少啲嘅情況嗰啲然後。為話破啲苦梅咯，梅呢人哋個米啦上面鏡呢度都嚟，然後呢而家呢破啲苦橋嘅米啊，為啲夾之後佢掉咗坐頭，跟住掉大夾嘅米佢大咗成咗布嘅燈區光面啊，為件數差不多真係推過嘅話，即係故事過了啦，有正式鬼故事嘅歡迎投稿嘅吧哈，拜拜老鄉啊！